台南归仁医权长期以来车济交通复杂，接发生车祸。经过台南市交通局改造医权了后，这交通事故发生率也降低35%。交通部也把这9月定做是交通安全季，学校也拍拼宣导交通安全。台南市警察局表示讲，会加强稽查，而且会抓更较严。医权内车来来去去，全台湾上侪医权的城市就伫台南。其中桂林医权因过常发生交通事故，即摆桂林医权无共啊。交通局甲原本机车道提掉，空间用来画做跨线，嘛保留停车的空间。可惜人行道标线参过路人的庇护空间。交通局指出，改造半冬了后，医权的交通事故发生率降35%。不过民众煞反映，定定改来改去，互因不飒飒。一直改来改去的，希望说它之后可以就是固定怎么样，不要说又涂掉又重画。用路人使用归仁圆环的这个开车的这个秩序，跟他的习惯，包括说行人的动线上的问题，我们会再全面的再滚动检讨。改正医权主要要提升过路人的路权，9月多好是交通安全季，伫学校因是坐带囡仔过车路，甲交通安全教育向下定根。慢看停听，过马路时我会举手。1到8月份，我们针对路口不停让行人的取缔件数为170件，无号志路口未停车再开，我们取缔的件数是85件。今年6月底，驾驶爱让过路人的生活上路，虽讲让过路人的情形有改善，不过也是有人无守规矩。台南市警察局表示，会加强稽查甲处理。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。